歡迎嚟到故事茶座，我係 Max。你有冇試過住喺一個地方好耐先發現隔離鄰舍原來有啲唔尋常嘅嘢？今日同大家講個發生喺成都舊城區嘅故仔，關於一個女仔、一間老公寓同埋一個被隱藏咗15年嘅真相。小曼今年28歲，係一個 freelance 平面設計師。為咗慳錢，佢搬入咗成都舊城區呢棟有30年歷史嘅老公寓，3樓302室，月租800蚊。睇近老王幫佢開咗樓下大門啦，你就係新搬嚟嘅302，歡迎歡迎啦！老王笑得好親切，有咩需要就落嚟揾我，我喺度做咗20年噶啦。走廊好窄，燈光昏昏暗暗，小曼捧住紙箱行過301室門口，鐵門緊閉，冇任何聲音。佢當時冇特別留意，畢竟老公寓嘅鄰居唔出聲好正常。第一晚呢，小曼做到好夜。作為 freelance 設計師，佢習慣咗深夜工作，成棟樓好靜，即係間中聽到樓上嘅腳步聲。但係凌晨1點幾，佢開始聽到一啲聲音呢，由隔離301室傳出嚟嘅，唔係大聲，係好細微嘅聲音，好似有人喺度喐緊啲紙箱啦，又好似有人喺度細聲講緊嘢。第二日朝早呢，小曼落街買早餐，佢經過301室嘅時候呢，發現門下邊嘅罅隙有光滲出嚟，有人喺入面。但係佢搬入嚟呢2日，從來冇見過有人出入301室。黃伯，我想問下301室係邊個住嘅？老王抬起頭，面上嘅笑容突然凝固咗一下。301，佢重複咗一次，語氣有啲奇怪。即係301，老王壓低聲音，嗰個單位理論上係空嘅。小曼來咗，冇人住噶。之前嗰個住客呢，10幾年前搬走咗之後呢，就一直冇人入住過。小曼返到屋企，成個人亂晒。如果301係空嘅，咁尋晚嗰啲聲音係點嚟嘅？門罅底下嘅光又係點解？佢望住隔籬嗰道牆，心入邊有種講唔出嘅感覺。嗰晚11點，小曼決定去睇下。佢企喺301室門口，深呼吸咗一下，然後敲門。冇人應門，但係佢將耳仔貼埋到門度，入面有聲音，好微弱，好似有人喺度行嚟行去，仲有係收音機嘅聲音，一把女聲喺度唱緊好老嘅歌。咁第3日朝早呢，小曼落樓嘅時候呢，見到郵差將一封信塞入301號信箱，佢嘅心跳加速。一個空置嘅單位，點解仲有人寄信嚟？佢行近信箱，仔細睇301號信箱同周圍其他空置單位嘅信箱唔同，冇鋪陳，鎖頭仲係新嘅，即係話有人定期喺度收信。黃伯，你話301係空嘅，但係今日有信寄俾301。老王嘅面色變咗一變，佢低頭望住報紙，好耐冇出聲。黃伯，老王嘆咗一口氣。301其實唔係完全冇人，之前嗰個住客姓陳，一個女人，15年前佢應該要搬走嘅，但係呢，佢冇走到，即係點解呢？陳玉蘭佢以前呢個小學老師，15年前呢，佢老公出咗事呢，俾人指控貪污，冇幾耐就跳樓死咗。之後陳玉蘭呢就消失咗，但係你啱啱話佢冇走到，佢的確冇搬走。老王嘅聲音好低。但係咧，所有人都以為佢走咗，業主、街坊甚至政府都以為301係吉嘅，得我知佢仲喺度。但係你最好唔好理。小曼返到屋企，坐立不安，唔好理呢3個字反而令佢更加想知真相。一個女人一個人住一個唔存在嘅單位15年，因為嗰晚呢，小曼再次企喺301室門口，今次佢冇猶豫，敲門嘅力度大咗。陳女士，我係隔離新搬嚟嘅，我叫小曼，我知你喺入邊。沉默咗好耐，然後門鏈嘅聲音，道門打開咗一條罅，一個瘦削嘅女人企喺門後面，露出半邊面，佢嘅眼神充滿恐懼同防備。你點知我喺度？女人嘅聲音好沙啞，好似好耐冇講過嘢咁。我搬咗嚟幾日，聽到有聲音，我唔係想打攪你，只係小曼遞出一盒餅乾，呢個俾你嘅。陳玉蘭猶豫咗好耐，最後解開咗門鏈。小曼行入301室，眼前嘅景象令佢呆咗。呢度同佢嗰間一樣嘅格局，但完全係另一個世界。
單位入面堆放住好多紙箱，全部都封實晒。我牆上掛住一個日曆啊，日期停喺2009年3月14號，15年呢呢個日曆冇人揭過啦。陳玉蘭斟咗杯水俾小曼，佢嘅手震得好緊要。你係15年嚟第一個敲呢道門嘅人，佢嘅聲音好細，你知唔知道？我等咗呢一刻好耐。我老公叫張建國啊，咁佢以前係一間國企嘅會計。2008年嗰陣，佢發現公司有高層喺度虧空公款，佢收集咗證據，準備舉報。但係呢，佢仲未嚟得切舉報，就俾人發現咗，對方反過嚟指控佢貪污，偽造咗證據。冇幾耐，建國就喺公司天台跳咗落嚟。陳玉蘭嘅聲音啊，震得好緊要吓。佢死咗之後，佢哋仲唔放過我，有人嚟揾我，話如果我將證據交出去，就會對我個女不利。當時我個女得15歲，所以我做咗一個決定。陳玉蘭望住小曼，眼神入面有一種說不出嘅疲倦。我安排咗個女去外國讀書，然後我消失，我仲住喺度，但係對外界嚟講呢，陳玉蘭已經唔存在。呢15年我冇離開過呢個單位。老黃幫我買餸收信，我個女而家已經30歲，喺美國做醫生，佢唔知道我仲喺度，我唔想佢捲入呢件事。呢啲陳玉蘭打開咗其中一個紙箱，入邊全部都係文件，係建國收集嘅證據。佢死之前交咗俾我，15年我一直保存住。玉蘭姐，而家唔同咗噶啦，小曼握緊佢嘅手，而家有互聯網有傳媒，你可以將啲證據交俾記者，交俾反貪局，你唔需要再匿埋噶啦。陳玉蘭行到窗前呢，佢個手放喺窗簾上邊呢，好耐唔敢拉開我。我拎咗15年呢，我已經唔記得咗陽光係點樣嘅。陳玉蘭呢深呼吸咗下，然後呢佢拉開咗窗簾。15年嚟第一次呢，陽光照射入301室，灰塵喺陽光入面飛舞，好似時間本身呢都被攪動咗。小曼幫陳玉蘭聯絡咗個調查記者。佢哋將證據掃描整理，寫咗封好長嘅信。陳玉蘭喺信嘅最後加咗句：我老公張建國係無辜嘅。我等咗15年呢，就係為咗今日。一個星期之後，報道出咗街，陳玉蘭嘅故事引起好大嘅迴響。當年嗰幾個虧空公款嘅高層，有啲已經退休，有啲已經出咗國，但係今次呢，佢哋走唔甩。咁陳玉蘭呢開始慢慢改變啦，佢開始打開窗簾，梳好頭髮，換上新衫啦。15年嚟第一次呢，佢咁企喺窗前俾陽光曬住塊面。老黃上嚟送飯嘅時候，見到佢嘅樣，成個呆咗，然後笑到見牙唔見眼。幾日之後呢，小曼同老黃陪住陳玉蘭行出公寓大門。15年嚟第一次，陳玉蘭企喺街上面，抬起頭望住天空，陽光好暖，佢嘅眼淚慢慢流出嚟。食完麵，陳玉蘭嘅手機響咗，係佢個女由美國打嚟嘅。媽，我睇到新聞啦，我聽日搭飛機返嚟。陳玉蘭呢企咗榕樹下邊啊，喊到成個人都震晒。小曼企喺公寓樓下呢，望返上3樓301室嘅燈光啊！15年嚟第一次呢，係為咗迎接而唔係為咗躲避而着嘅。佢微微一笑，然後轉身行入去返屋企。陳玉蘭用咗15年嘅時間去守住一個真相，佢犧牲咗自己嘅自由，犧牲咗同個女相處嘅時間，為嘅就係有一日可以還佢老公一個清白。各位老友記呢，你有冇試過為咗保護你愛嘅人呢，做出一啲好大嘅犧牲？你覺得陳玉蘭嘅選擇呢係勇敢定係固執呢？如果你係佢呢，你會唔會做同樣嘅決定呢？請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嘅。我係 Max，多謝你收聽今晚故事，祝你哋身體健康，我哋下個故仔再見。